Hello，現場咁多位來賓、各位同事，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出席2025年仲量聯行香港物業與資產管理部乙巳年春茗宴會。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裘煥娜 Janice， 你哋好！歡迎大家喺我哋嘅宴會正式開始之前呢，可唔可以邀請現場咁多位來賓，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現場嘅每一位同事。Thank you， 再一次歡迎大家。呢個時間先請兩位望向前方一齊影張合照先。係啦，我哋望向前方嘅位置一齊影張合照。陣間喺我倒數3聲之後，請李生同埋鐘生攞住呢個積木鎖匙，一齊2、1。仲量聯行香港物業與資產管理部乙巳年春茗宴會正式開始，亦都預祝仲量聯行香港物業與資產管理部業務興隆，大展宏圖。恭喜！有請兩位留步嚟到台中間嘅位置。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哋亦都邀請李生同鐘生為我哋嘅醒獅進行點睛儀式。三花掛紅，生意興隆，宏圖大展，馬到成功。請兩位可以望向中間前方，大會攝影師嘅鏡頭，攝影師鏡頭。好，大家可以向中間位置靠近多少少 ，Thank you。咁我哋咧望向大會攝影喺進行過簪花掛紅同埋點睛嘅儀式之後呢，跟住落嚟當然亦都要邀請各位嘅嘉賓以及我哋現場嘅同事一齊欣賞精彩嘅醒獅表演，掌聲歡迎！
啦。當然多謝李生，多謝鐘生各位嘅管理層，亦都有台上包括我哋嘅唔同 group。就會出現 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平淡的我在重複我在深夜不依附上了一彎，一秒從未想接下，就望到了，望到了，終會踏錯這橫跨，劃破了風衣，掉了舊身衣，未曾想過會幸免，人生於後過，總擠不進我意念，全命緣正一念。这只飞机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不是想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稍後時間亦都會為大家揭曉，而接住落嚟喺台上呢，我哋將會繼續頒發一啲嘅獎項。嚟緊我哋會頒發獎項俾幾座喺唔同組別上表現傑出嘅大廈。討論完之後，就得出以下嘅結果。2025年重量才藝秀 JLS Got Talent 最後3強嘅名單咧喺我手上啦。呢個時間，我想邀請以下嘅嘉賓嚟到台上幫我哋宣佈好嘛？有請香港。好，我哋排名不分先後，第一位嘅係維南東岸嘅 Hugo 同埋 Sky， 第二位係 Head Office 嘅 Joey， 第三位係深灣9號嘅 Kelly， 恭喜晒！恭喜晒！咁我哋咧不如請3位晉級嘅同事向前一步先，係啦，然後請林小姐同3位一齊影張合照，其他3位嘅同事可以向右手邊稍等一陣嘅，係啦。
好，咁我哋咧請咁多位都可以準備好先，大家不如去中間位置企得親密少少好嘛？係啦，咁多位我哋可以向中間位置再企得親密少少嘅。我哋其實好多同事咧唱歌都好叻嘅，又有阿 MC 張，又有阿側田咧，又有阿陳小鳳嘅黃德涵。咦？我哋再陳百強咯，陳百強咩？陳百強喺度嘅。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愛夢中兩人住，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碎，有你在身邊多樂趣。共你一生相對，好得戚好得意，你今天不可客氣，花方面只需睇到你。陽光充滿你，讓你開心的，活到情深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談你理解因你，天天地解因你，為你甘心作傻事。萬那星星叫，低到乜都笑，有在身邊多樂趣。若有朝失咗你，拋開都得你，願到哭到最長住，做個假的你，天天都相對，對個幸福製造戲。有了你開心的，活到情深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開心的，能夠情深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好想攞呢一個嘅獎品，恭喜你！好，兩位我哋望向前方影呢張合照，恭喜晒，恭喜同事！好，呢個號碼咧係一個單數嚟嘅，佢嘅個位數字係9，第一個數字係2。前面嘅位置，恭喜！好，恭喜晒 ，thank you， 恭喜你！中間請繼續留步，因為我哋仲有
邊一位同事嗌下你哋啲號碼先啦。哦，我哋有個特別嘅任務，睇下呢一位嘅得獎。好，單數嚟嘅，可唔可以單數同事舉舉手？我睇下先，嗌下自己嘅號碼先。細啲嘅 number 嚟嘅，佢第一個係0，所以係3位數。同事喺邊度啊？恭喜我嘅同事，恭喜晒！可唔可以揮揮手俾我見到你上緊嚟啊？為我哋頒發呢個嘅現金獎。恭喜晒，唔該晒鐘生，多謝你。喺管理層出席今日嘅春茗午宴，當然啦，現場嘅同事亦都請大家咧可以準備分批離開。我哋會先邀請近門口61至86號台，緊接會有31至60號台，同埋前方嘅同事咧，可以嘅話，我哋稍等一陣，3至30號台嘅同事稍後咧都可以。